主后2024年5月11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袂当无讲的秘密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67篇第10到第7节。一篇诗歌交予圣乐长用弦的乐器伴奏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，愿伊用仁慈款待阮，通予全世界知你的旨意，予万国捌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。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引带世上万国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，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予阮。愿上帝赐福予阮，愿全地拢敬畏伊。袂当无讲的秘密。2023年10月7日，中东加萨走廊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数千枚火箭突袭以色列，导致伊国境内900多人死亡。以色列随即向巴勒斯坦展开反击，这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后，以色列50年来规模上大的军事行动，也是2022年乌俄开战了后，欧美再度涉入的国际纷争。乌俄战争反映资本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离婚。以下战争反映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实践真理的冲动。假使无圣经，以犹太人的智慧和财富，因早就通到世间任何所在开疆辟土。总是因着圣经记载上帝应允，以色列人时时刻刻心系应允之地。就算捌亡国2500多年，因也为甘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相对的，穆斯林也有可兰经深受传说的加持，驱使因努力捍卫圣地的7重天。毋过，两本经典相比较下面，总是会比出更较可信的一方，互真理无搁再是秘密。根据但以理书第9章，大流士统治巴比伦，大约伫主前539年的时，但以理对耶利米书得知耶路撒冷将荒废70年。为着安尼，伊禁食、披麻、散花、恳切为同胞认罪祈祷。但以理祈祷时，天使来向伊启示上帝的70个7年计划，为着要止住罪过、除净罪恶、赎尽罪孽、印证永恒的公义、防治异象和预言，并告至圣所。这个计划诚侪讲也讲袂清楚，但是搁较袂当无讲的秘密。另外，根据以斯拉记第1章，上帝为着实现伊照先知耶利米所讲的预言，激动波斯王塞鲁斯下诏通告全国，予以色列人通转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安尼会较合互但以理书册中的秘密可信度目标。就亲像以色列伫1948年宣布复国了后，到今虽然经历济摆的战争，以色列却一次比一次壮大。拄亲像诗人所讲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，予万国捌你的救恩。无论安怎，
战争拢是世间人所无乐意看见。战火下的无情，毋但造成家破人亡的悲痛，阁带来恐惧。总是伫圣经中，战争常常有无共款的含义。伫但以理书的秘密中，灵魂体的战争是无通避免的。毋过，上帝毋但只要为以色列守护主权，也要伸张正义。这是以色列人的信念。当年以色列人受掠，过着有苦难言的日子，答应回归故土，背负着向全世界做见证的使命。今仔日，台湾虽然享有民主甲自由，却也甲昔日的以色列同款，面对强权威胁。伫追求幸福的路上，咱毋通遗忘真理的教导，着警醒准备，听候上帝用公义审判，带领世上大国。默想，面对无入捌上帝的民族，要安怎互因会晓称谢上帝？面对无入捌上帝的民族，要安怎互因会晓称谢上帝？咱来祈祷，按公义审判的主，你将救恩赐予全人类，你用公义审判万民，你的话一直拢提醒世间人悔改，愿阮拢宣讲你的道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